咱再来一个啊！你看这个啊，头一个整这个，看这个，他家这我都没用苹果捂铁子，我个人喜欢吃这种就是软乎的啊。哎呀，再起沙你起面上，姐你看看啊，哎呦，哎，好真好。我是越爱吃这种无软乎的啊，这真好啊。这个都没用那个什么苹果啥的，搁这捂，就搁方便袋捂的，铁子，搁那个方便袋，搁那个放泡沫箱里了，你就捂这样。这红心的啊，他家这品质老好了，放进去嗑啊。来，这边给你吧，真好。哎呀，之前我吃都没吃过这似的，红心没这么软过。呐。